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創盈通訊嘅華女 Micky。我哋新鋪擴充咧大咗好多㗎。我哋個地址咧就喺賽格通訊嘅工業大廈131-132鋪，歡迎大家有時間咧可以上嚟呢邊參觀下或者試下產品啊。呢家地方闊咗好多咧，然之後即係試啲嘢都會即係方便好多咯。同埋咧，你睇大家咧，如果你有時間過嚟俾我請飲杯茶，潮汕茶都得㗎，冇問題㗎。咁咧呢度咧有時呢度試嘢就舒服啲咯。咁我咧好耐都冇同大家介紹下新產品㗎啦，我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幾樣新產品俾咗大家，跟我嚟同大家介紹3款超級快充嘅充電寶，同埋咧你睇，根據咧充電寶嘅新規咧，要本身部充電寶要帶埋機身有埋二維碼，3C 認證之外有帶埋二維碼嘅，你睇我哋呢3部全部都有帶嘅，呢度都有帶嘅，好啦。我哋睇下呢款呢兩款係1萬毫安，然之後咧細部好 mini 㗎，你掛又得嚇，掛又得。然之後咧佢兩款都係自帶線，2條線，一條 Type C， 一條 Lightning， 全部都係超級快充嚟㗎，同埋有顯示屏幕，顯示幾多電量都有㗎，你睇。然之後咧呢度有個二維碼咧，我俾大家掃一掃啦。咁如果你上去飛機啊，或者係坐高鐵啊，或者邊度，你睇掃一掃嚇，用手機。掃一掃，然之後咧呢度你睇就可以查到呢個係咩品牌，佢個3C 認證書有冇到期，呢度全部都有㗎，所以好方便呢度。咁主要咧呢部咧帶線，方便你出門唔使再帶線啦，細部，然之後同大家試下超級快充嚟㗎嚇，睇過嚟，超級快充啊，燒你睇，好快㗎呢部，可以同時2個人充，然之後再可以加條線出嚟都得㗎，22.5係啦。佢 PD 嘅話，你睇係3.0超級快充。好啦，咁呢個就係插線嘅充電。咁呢部咧介紹多呢一部，呢一部係帶無線充電嘅，同埋加油線。好，大家試一試下呢度，佢帶磁吸㗎，你睇，佢帶充電嘅咁樣。然之後咧呢部咧都係一樣有顯示屏幕，同埋有帶個支架，有時你吸住咧。帶個支架又可以咁樣，又可以咁樣都得啊！如果有啲朋友咧，即係話佢個手機咧，佢係冇無線充咧，你可以佢送條吸嘅線嚟插喺呢度，直接可以邊吸住，然之後邊有線充，全部都 OK 㗎呢一部，一樣可以吊住，細部薄薄地，好方便㗎，超級快充嚟㗎。同埋咧呢部咧，我哋呢度可以睇後邊大品牌咧，呢一部咧你睇。佢係有400服務電話，呢啲都有，同埋呢個品牌咧係品城30年嘅老品牌嚟㗎，同埋咧你睇每粒充電寶全部都會有同大家買咗有保險，安全係嘅，有保障係啦。如果大家咧有需要咧，依家要買個充電寶啊，或者2款都 OK 㗎。如果冇無線充，你就揀呢款。如果需要無線充咧，就揀呢款咯，非常之好。咁呢部2部咧，俾到大家嘅價錢咧，俾大家試一試下呢度。呢款啊話俾大家115，呢部呢2部帶有線嘅。咁呢部咧有多個無線充功能，就係呢個價錢125，係啦。咁呢部咧佢個有線咧都係一樣快充嘅，俾大家試下。呢部你睇無線充呢部，俾大家試下。佢插有線咧呢度咧。OK， 都係超級快充㗎，所以大家放心啦，大品牌有保障，超級快充，同埋最緊要根據依家啲新規，全部都有帶埋二維碼㗎嚇，大家需要嘅話可以過嚟買。依家過年啦，要去旅遊啊都好需要㗎。好啦，同大家介紹一款你睇睡眠喇叭嚟㗎，呢部咧擺喺邊度？擺喺我哋枕頭嗰度咧，可以幫助我哋睡眠。有時咧即係瞓唔着啊，或者睡眠唔係幾好嘅人。擺喺呢個枕頭嗰度，幫助睡眠，好方便嘅呢一部，就細部。然之後咧，呢一部嘅話可以通過藍牙播歌、插卡播歌都得。如果唔播，佢入邊都有自帶白噪音嗰啲雀仔聲啊，嗰啲可以幫助你睡眠㗎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同大家試一試呢部嗰個藍牙個聲細部。獨自空等，我怕你會不知。
好舒服。同埋呢個咧可以撳兩下，可以切換個白噪音。你睇下啲雀仔聲好舒服㗎。啊！聽完到我好眼瞓，我都想瞓㗎啦。呢部真係好好㗎，呢部最緊要自己可以幫助你自己睡眠，又唔會嘈到同你一齊瞓嘅個伴侶啦，或者小朋友啊，唔會嘈到佢㗎，絕對係唔會，好舒服㗎。你親自咧有時間你上嚟試晒播俾你聽，真係好舒服㗎呢部，係啦，細細部。然之後咧呢部可以 set 鬧鐘，你撳咗剔一下咧，可以開鬧鐘，開一次咧可以2個鐘，2個鐘之後你瞓完佢自動2個鐘之後就熄機，唔錯㗎。有時咧你去酒店啊或者去出邊旅遊咧，認床啊瞓唔着咧，呢個可以幫助你睡眠，細細部，隨身帶又方便咯呢一部。最緊要係價錢又平，俾到大家呢個價錢嚇，估下嚇，呢個價錢㗎咋。如果大家需要可以過嚟買，真係好舒服㗎。真係聽完好眼瞓㗎，大家鍾意可以過嚟買。Hello， 同大家介紹呢一款無線嘅 HDMI 線。呢款咧即係大家如果有需，譬如例如卡拉 OK 啦，想接喺電視機啊，或者手機啊，想接喺電視機咯。咁呢個只要你需要到 HDMI 咧，呢個就好需要㗎，無線嘅，方便咯。呢一部賣得好好㗎，呢一個呢度咧有大家有需要嘅話，可以過嚟呢度買，我哋都有賣㗎。呢一部好方便，係啊，呢個俾到大家嘅價錢係呢部160蚊，大家即係有需要用到 HDMI， 如果無線嘅話，就可以過嚟揾我呢度。呢度咧兩個分開嘅，然之後你俾個供電嘅俾佢，然之後就可以無線㗎啦。HDMI 線好方便啊！大家需要可以過嚟同我買。好啦，攞嚟我同大家介紹兩款 4K 嘅車 cam， 有2個款式嘅。咁呢個係依家目前係最新款嚟㗎呢一部。然之後咧佢係 4K 嘅畫質，然之後前後鏡頭，佢呢個係攝喺前邊。咁咧呢部佢帶個後拉鏡頭，前邊呢個鏡頭就係 4K 嘅，後拉個鏡頭就係1080P 嘅。咁同埋有送埋一條車充嘅車線俾到大家。呢兩款嘅車線咧都係好長嘅，就算你私家車、貨車全部都係兼容嘅，線都係夠長嘅。呢度你攝上去咧，啲角度都可以夠嘅。Type-C 充電口，咁如果咧大家唔中意喺攝前邊咧，呢款咧係後視鏡嘅，直接扣喺你個鏡上邊，或者你個鏡依家啱啱壞咗唔好嘅咧，有換個鏡咧去攞呢部。同埋咧呢部係一樣係 4K 嘅畫質，同埋呢個咧係藍光面係反光嘅。呢個一樣咧前面你睇可以調嗰啲角度都得，然之後咧最緊要呢個方便扣上去就得啦。即係譬如我有啲客咧，佢經常去其他國家旅遊咧，佢想帶個車 cam， 咁呢個安裝就方便啦。你直接咁樣2條線咁樣扣上去就得㗎啦。即係你租架車，譬如話你去嗰度地方旅遊10日，你架車10日，你然之後你唔租啦，呢個車喺外國旅遊嗰陣時，有啲客戶會需要到，直接掹就 OK， 容易安裝。同埋呢個咧一樣，前面嘅鏡頭係 4K 嘅畫質，同埋有配埋個後拉鏡頭俾到大家。呢個咧呢個鏡頭係1080P， 但係一樣都係好清㗎，同埋一樣好配架車充嘅充電線俾到大家。好啦，同大家介紹呢兩款，我同大家試下個效果先嚟。好啦，同大家試下個效果嚇，呢部咧非常之清晰㗎，畫質係 4K 㗎，呢度俾大家睇下。呢度咧佢個分別率咧，呢度俾下 4K 㗎，你揀 4K 又得，2K 又得，呢度又可以熄屏，然之後咧呢度咧可以循環錄影啊，好多功能嘅，同埋有英文啦，或者多國家語言都有㗎，要錄埋聲音唔錄都得，可以根據你自己嘅需求。然之後咧呢部咧清晰度非常之好，廣角度係170度，非常之 good 咁樣。好啦，我同大家試第二部。好啦，咁呢款就係後視鏡嗰個，你睇個畫質嚟㗎。呢部咧佢係有得 touch mon 嘅，有得觸摸屏嘅。呢部咧佢睇佢有智能駕駛啊。呢度咧佢個畫質係 4K 嘅，然之後都係一樣多國家語言，可以錄埋聲音，要唔要有埋 HDR 同埋防碰撞提醒啊？呢啲全部都有㗎呢度。好多啲功能㗎，呢度 setting 全部都有，係啊，語言啊呢度全部都有，可以呢兩款全部都可以，即係話手機裝個 app， 然之後喺手機度我哋實時睇到錄嘅情況，然之後咧你想將啲片咧 download 喺你部手機，全部都 OK 㗎呢一部。
呢網都非常之唔錯。好啦，呢兩款仲大家試下個夜視效果係點樣呢？好啦，依家同大家試第一步佢嘅夜視效果，依家全部係熄咗燈㗎，你睇啲效果都非常之靚，因為佢有夜視效果，即係有時咧，譬如我哋揸入隧道或者出隧道嗰陣時，佢個曝光率非常之低嘅，你睇，同埋佢你睇呢度咧非常之清啊！呢個全黑嘅依家影到嘅效果，你睇非常之靚啊！4K 嘅畫質，夜視效果都非常之好㗎，好啦，咁呢部咧就係第一步嘅夜視效果。第一步嘅夜視效果，我哋同大家試下第二步嚇。因為我哋嘅記錄儀，你睇地下全部係黑嘅，你睇有埋夜視效果㗎，你睇。我而家全部燈係熄咗㗎，你睇非常之清，你而家影過嚟。可能有少少反光，你睇好清晰㗎。你有時間可以親自上嚟試，好光㗎呢部。最呢部咧，即係有時我哋夜晚啦，或者有時我哋入隧道啊、出隧道嗰陣時咧，呢度曝光率非常之好，夜視效果非常 good 啊。然之後咧，日頭又得 4K 嘅畫質嚟㗎，所以大家呢兩部咧必買㗎。如果唔中意後視鏡就買呢部，如果中意後視鏡就攞買呢部。好啦，呢兩款車 cam 咧，我就俾到大家個價錢。呢一款咧係擋風玻璃嘅，配埋送埋一張原裝嘅64G 卡嘅話，呢部係俾到大家係呢個價錢290蚊，前後攝像頭嚇。咁呢部咧一樣都有前後攝像頭，呢一部咧俾到大家係呢個價錢320蚊。呢個芒係可以捉摸嘅。大家中意嘅話可以過嚟同我買啊！好啦，同大家介紹下，你睇同個手指模一樣咁大嘅相機啊，運動相機，你睇呢度，你睇下，影出嚟好靚啊！你睇會防抖㗎呢一部。然之後咧，同大家呢部咧係 4K 嘅畫質，然之後有個芒嘅。然之後咧呢度你睇非常之靚，有時可以睇到我哋影相或者錄一點樣咧都 OK 㗎呢一部，你睇防震嘅，你睇。唔錯㗎，同埋咧最緊要咧呢部咧會配到俾大家，你睇有時夾喺呢度咧，夾喺胸口啊、運動啊呢度好方便嘅。佢咧仲有個磁吸嘅，有時你要吸喺個胸口呢度咧都得㗎。有時你咁樣掛住，俾大家睇下，咁樣掛住攝住，你睇佢唔會甩㗎。你睇叮叮叮叮叮呢部係如果擺喺衫入邊嚟攝都得嘅，冇問題㗎。擺喺衫入邊，我睇大家試下。你睇根本就睇唔到你個入邊個磁鐵，都好方便。然之後咧最緊要咧睇下去到咧踩單車啊呢啲啊，或者滑雪啊，或者係頭盔啊呢啲全部都配件，全部都係配晒俾大家。呢啲咧全部都有，你哋做車 cam 都得喎。呢部全部都所有嘅配件都係配齊俾到大家。一部咧係 4K 嘅畫質，然之後一樣咧同可以手機裝個 app， 然之後可以手機將佢影嘅嘢傳喺手機度，或者手機實時睇都得嘅，冇問題。你睇呢度滑雪啊，或者你喺做記錄啊，或者小朋友想記錄下生活啊呢啲，拍攝下啲乜嘢全部都得㗎，4K 嘅。同埋呢部你睇非常之好啊！呢部依家就嚟過年啊，有時小朋友俾佢學下攝影啊，或者你自己要用啊，都唔錯㗎呢部。呢部咧，我哋俾到個大家個優惠價280蚊，送埋張64G卡。如果大家有需要，可以過嚟同我買。同大家介紹，我哋一直都賣得好好嘅 PandaBokeh 呢部，簡單易用、穩定、速度快。我哋呢部咧可以睇3年，3年唔使換機，穩定。好啦，我哋呢部機咧，佢有2種嘅語音功能，一個係 YouTube 嘅，一個係我哋嘅 PandaBokeh 語音搜尋器。咁咧，我同大家試下華強北華女，直接就可以出嚟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呢度咧就係個語音，咁我哋可以仲有個 PandaBokeh 嘅呢隻嘅語音，直接就可以粵語，可以揾氣。咁呢度咧，我哋去到呢度。新聞女王，新聞女王，呢個咧直接就可以出嚟啦，好快。劉德華，
俾你想揾邊個明星做嘅電影啊、戲啊、劇集，佢就全部會出晒嚟啦，就咁樣咯。咁呢部咧，其實我哋一直有好多海外嘅朋友咧喺度用緊咧，反應都非常之好嘅呢一部。仲有呢部咧係4+64快，然之後簡單易用，即係你簡單操作咯呢一部。咁我哋呢部咁穩定嘅機咧，俾到大家嘅價錢係580蚊。好啦，咁我哋譬如話有啲粉絲咧，佢需要即係一拖二，即係拖可以即係話手機啊，或者平板啊，或者係一拖三啊，全部都 OK。係啊，只要 Android 系統就 OK。我哋嘅一拖一就呢個價錢，一拖二又會俾到大家呢個價錢，係啦，冇錯。如果大家需要一拖三咧，都可以微信聯繫我哋，我教你點操作，好簡單易用啊！獨立嘅，唔會話你屋企睇嘅同手機睇係分開嘅。如果大家啱啱需要即係過年啦，有時去旅遊啊，需要部電視機頂盒啊嗰啲盒仔咧，就可以嚟揾我啦。如果大家唔方便嚟，我哋都係可以郵寄噶。咁我哋一直賣開嘅投影儀咧，你睇啲款式咧都非常之多嘅，即係入門級嘅、中階嘅、高階嘅，全部都有。要嚟買華強北嚟華強北買投影儀就揾我，係啦。然之後咧，因為我哋新鋪擴充咧，我哋整咗幾部咧，即係有做咗個優惠價，所以同大家睇下呢部咧係一直我哋鋪頭頭尾 S7。呢部咧，我哋一直賣開又賣得好好嘅呢一部，我哋之前嘅價錢咧一直都係2100蚊，係有包埋一機一碼，呢個係同款散熱㗎，有埋 MEMC 個運動補償同埋 HDR 10+呢部非常之靚，雲台嘅射天花板都得，細部呢一部係啦，同埋咧呢部咧係充電式嘅，入邊有內置20800毫安嘅電芯，即係有時你出街啊或者雙充電口㗎呢一部。非常之勁，我哋呢部咧好多顧客都買過嘅，用開啊，好評率都非常之高嘅。我哋一直咧都係我哋嘅呢隻 S7有送埋入邊有送埋個 Apps Pentabook 嘅 Apps 會裝埋呢部 S7入邊嘅一個 App 就睇晒所有，最簡單係唔會 upgrade 就睇唔到。呢個可以用3年。咁呢個咧我俾到大家嘅價錢咧。我哋一直都係賣開2100蚊，咁依家新鋪擴充咧，同工廠申請咗整咗200部嚟做優惠特價，咁依家就俾到大家嘅價錢係呢個價錢，有埋呢個 Pentabook 係啦，呢度咧好正噶，呢部你睇個鏡頭0.23DMD，同埋咧呢部咧。播24小時都唔會辣手㗎，靜音風扇、銅管散熱，同埋呢個鏡頭係密封式鏡頭，係唔會入塵嘅。壽命咧呢個 DLP 鏡頭，介紹埋呢款你睇 LED 嘅鏡頭，你睇呢部一樣有埋支架可以射天花板都得。呢部咧一樣咧，我哋都一直都賣得好好嘅一部，會帶埋個 Pentabook 嘅一機一碼去到入邊咧，可以睇3年。你想睇嘅嘢，佢全部都有睇埋。呢度俾到大家嘅價錢係850蚊。好啦，咁我呢個有個入門級嘅，呢個細部，任左定。然之後一樣咧係會有埋呢隻 Pentabook 一機一碼，去到入邊咧，呢部俾到嘅大家嘅優惠價錢係呢個價錢599。其實如果大家呢啲款唔中意咧，我哋款鋪頭有好多款式，歡迎大家上嚟呢度試啊！我好歡迎啊呢度，唔同啲大細啊，唔同啲價位全部都有㗎。我哋呢度咧平平地200幾嘅到幾千蚊嘅全部都有㗎。大家需要投影儀啊都可以揾我哋嚟我哋鋪頭試都得㗎嚇。好啦，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咁多先啦，大家可以訂閱我個頻道啊，下次我再介紹多啲產品俾到大家。